南市区有民间的停车场，一点钟的费用是超过100块。有民意代表是认为无合理，要求应该比照公有的停车场来收费，嘛会使缓冲的时间来减少民众违规停车。台南市交通局表示讲，目前的法规是无要求讲得爱使缓冲的时间，会搁甲法制局来研究。 连假期间，观光景点有真侪人来台南行打，四界拢是车，地区停车需求有影大，停车位就真恶找。市议员林美玲指出，市区有侪民营停车场，每点钟收费超过100块，甚至连缓冲时间都无，造成有寡驾驶违停点路边，嘛唔愿停入去，形成交通乱象。在地人参游客拢反映安尼停车场无较优先。在中西区那边有1个小时居然高达100多块钱，那我觉得太高了啦。那进去有没有？也没有说缓冲时间，说没有位置让我出来，有没有？就是不用钱什么之类的。我们都希望说可以跟这些停车场业者去进行沟通，希望可以给予5至10分钟的缓冲时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在基于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去出发的这个想法。目前像公有的海岸地下停车场，设有5分钟到半点钟的缓冲时间，通方便民众暂时停靠。不过，那民营停车场敢若显示也有车位，驾驶欢迎你去看，村新众富有。 电动车通停，那违停计罚款1200块，无爱停要出来共款计纳停车费。民代认为不合理，建议市府要有统一延缓时间的制度。民营停车场的部分因为法规的部分并无强制来规定讲一定要设定这个缓冲的时间但是这个部分因为可能会造成一寡消费顶悬的一寡争议的问题交通局会来交法制处来共同来研究看有啥物方式当来做适当的管理。根据统计，全市目前合法登记私有的停车场有313个，其中有39个费率每点钟80块以上，内底甚至有超过18个是100至120块。费用的部分，交通局回应已经有要求爱用较大字来标示停车费用，甲时间是袂当用半点钟做标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